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新的一个主日，我们能够齐聚在圣殿来敬拜你。我们今天有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愿你的圣灵亲自引导，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很快的时间已经来到2019，我不晓得大家目前的心情是如何。也有去参加101或任何地方跨年的人，请举手一下。显然有，嘉欣有啊，嘉欣一个而已，其他人都老了。子怡现在才研究所人，他常常去跨年，然后今年太累了不跨了，代表这个慢慢超过20岁就不跨年了。时间很快，我不晓得大家对未来新的一年是充满了盼望，还是你觉得新的一年对你来讲，其实并不是那么开心，因为有很多的过去，很多过去的残忍，一直还跟随着你在一起。过去、现在、未来，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每一天我们所要经历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当传道在讲话的时候，2019年1月6号11点50分已经过了，已经变成过去。不管时代科技网络如何的进步，时间对我们来讲永远都是一个奥秘。我们没办法了解时间到底从哪里来，时间又到底要往哪里去。而我们也常常知道，时间永远不等人。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朋友，你又多1岁了。去年传道是49岁，今年已经是50大寿了。在以前50岁叫50大寿啊。时间跟风一样，真的是非常的快。但是当我们带着过去的种种劳苦重担，我不晓得什么是你过去劳苦重担，感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经济，还是你的课业上面，还是你身上的病痛，这就是你个人的欲望。你想要往前的时候，其实你的时间是停止的。传道可是时间还是在跑。当我们要往前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把过去带在身上的时候，因为你还是活在过去，其实你没有在往前。时间对你来讲，在某一个时间，时间对你来讲是意义是不大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价值的。你是虚度光阴，所以时间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样我们就没办法用全新的眼光或全新的我来迈向2019年的每一天。2019年发生什么事，其实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是一个流难移命啊。我们说，上帝为了以色列百姓从旷野进入埃及，他为了流难移命跟迦南的一个美地。上个礼拜主日，显光牧师在12月30号最后一年，他勉励我们要成为属神的新人。大家还知道吗？他希望我们做3种的改变。第一，大家记得他讲什么吗？第一个，我们要脱掉我们旧的衣服，换上基督的心，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式。请问有简单吗？说实在话，我觉得很简单，但是也很困难。信仰生命是不进则退，你不可能我就停止在这边。信仰生命不是往前进，就是往后退。如果我们在现在我们没有更新的话，如果我们在现在不想改变，我们不想从这一边改变到这边的话，我们会继续让过去的欲望，甚至我们过去的软弱，一直包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但对过去我们无能为力，甚至我们对现在，甚至未来的生活，我们一点确定都没有。子群啊，是我的儿子嘛去当兵，我想他应该很有盼望，就是1月2号他就要退伍。他是很确定他1月2号要退伍，我想他是对未来他很有确据。
哦，他也退伍了，在他当兵4个月的期间当中，可是我们会不会对未来我们一点确据都没有？我不晓得你有吗？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但这也是目前普遍在，不管是在教会，在台湾里面，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看到社会很多的事件，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已经遇到这样的困境。孩子没去上学，竟然是被妈妈杀掉，埋在公墓里面。哇，越来越夸张。到底他们的生命，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受到过去的残累，那以至于我们现在如在雾中一样，这几天雾很大，我们对未来非常的惊慌害怕，我们的生命常常好像陷入了黑暗的深渊里面。这个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回到起初创造世界的源头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人太忙了，大家停不下来。尤其应该有网络的科技，让24小时大家当48小时那样，大家没有停下来的时间，心也从来没有一刻停下来。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1章1到5节，我们一起难得一起新年就读创世纪，那我们一起大声好不好？我们来读上帝的话那个也可以看投影幕，也可以看周报来，请。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变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红日。有时候我们只有回到起初的源头，我们才可以发现、看清楚生命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回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起初又是什么状况呢？起初是一个连宇宙万物都没有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时间比黄金还重要。千金难买早知道，代表就是你再多的黄金，你要买我们的生命，买时间，所以时间比黄金还重要。也就是说，在起初的时候，时间也不存在，在那个当下，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就独独只有上帝。在起初是只有上帝。第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创造者，而我们所谓天下万物就是受造者。这中间当然包括我们人。创世第一章第1节就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信的神是大有权力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上帝是一个超越任何事物的一个神。我们从第2节到第5节。我们可以看清楚，创造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的世界它是没有形状，它很混乱，它没有秩序，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景象。有时候我在回想，现代人很多人的景象就是这样子吗？他真的不晓得他要做什么。当时地上没有任何的生命的食物，没有任何有生命的植物、动物跟人，黑黑的一片。但是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地上一切就开始改变。上帝的灵一进去之后，让没办法居住的地方有了生命。第3节开始让我们看到说，上帝透过他的话创造了光，光代表了生命。光代表了救赎，有时候光更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接着我们看第4节，上帝看光是好。光为什么是好？当我们很冷的时候，我们觉得光是很好；当我们走在黑暗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光是非常好。现代人可能没有经验，没有路灯的年代，有经历过没有路灯年代的长辈们请举手。我最老吗？李兄，你不是也是长辈吗？
有路灯，没有路灯，一点点路灯都没有。当你在没有路灯的时候，你在走的时候，月亮如果穿过云层，慢慢露出一点点，你会突然觉得变得好亮。光就是这样子，光会把空虚混沌的地方把它消失掉。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会觉得光存在，其实光一直都在。有一种是我们平常觉得我们好像眼睛很亮，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可是如果不是光在照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到。上帝接续的把光跟暗分开，光暗分开的动作，上帝把该放在哪里的东西放在哪里。这个分开的动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开始宇宙充满了和谐跟秩序。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第5节，上帝给光跟一个名字。名字我不晓得对每一个人的意义有多大。名字很大一个意义，就是它是真实的存在。陈义祥有没有这个人？有啊，它是真实的存在啊。李洪基立委，李洪基他是真的存在，有这个名字啊。我父母亲叫林义杰，我是真的存在。建成教会在大龙区，它是真的存在。名字代表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他的权柄，上帝他的权柄。在创世里面，创世纪如果大家往后看，上帝也给亚当一个很大的权柄，就是他可以把动物叫他面前，他就叫那个动物就叫什么；他可以把狗叫做猫，他就叫做猫。上帝把那么大的权柄给了人。我们可以在整个创造的事件当中，我们会赞叹，从第1天到第6天，上帝的创造的伟大，这是很明显我们看得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创造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上帝是先有爱及牺牲，他才做创造这个动作。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在上帝的伟大中受创造，更多是在上帝的爱跟牺牲当中，我们被创造。既然上帝透过自己的地方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就表示上帝首先要将自己某个部分把它空出来。起初什么都没有，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一定要空出一个地方。正确的说，上帝要牺牲一个地方来完成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行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有限的时间跟空间。如果这样，我们是在上帝里面创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限的上帝，他愿意牺牲自己，让有限的我们参与他永恒的一个工程。上帝愿意让他的永恒跟我们的短暂相结合。上帝愿意让他的无限跟我们的有限相结合。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什么样一个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有来源的，不是你随便想拜什么。我们要对上帝在新的1年里面，这是非常的重要，很关键，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信仰的根基，你所拜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记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他用这样比喻上帝的一个创造。当上帝创造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身体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尤其在现在，那个是就是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东西，当我们神说我们肚子里面长了一个拳头大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会伤害我。上帝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就像妈妈一样，她牺牲一个地方让小婴儿来住。起初小婴儿是非常的小，可是呢，后来越来越大。这是很神奇的，你不觉得？妈妈可以把那么大的那个小婴儿放在肚子里面，甚至这样的小婴儿在肚子里面对妈妈是有危险的。上帝从起初的创造，他在创造宇宙万物开始，他就是要走上一条牺牲跟爱的一个路。各位弟兄姐妹，2019年已经开始，上帝在新的1年一开始，就透过创世纪跟建成教会弟兄姐妹说话。我觉得这是非常
做祝福的一个开始。当我们回去看创造的源头，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是创造者，我们都是受创造。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人，以为他就是创造者，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他不晓得他自己的身份。受造者要知道，我们的主权是来自于上帝，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在上帝的手中这个主权当中，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牺牲跟爱。上帝他不单主权，他对我们他还有爱跟牺牲。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观。生命中的机遇常常会有好有坏。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旅程当中，尤其是有的孩子生长的家庭不一样，很早就经历到了不好。有的孩子可能要到出社会之后了，甚至出社会他都还没有经历到不好的事情。传道有讲过嘛，哈，我有一个今天上班的时候，我的助理，他连大同电锅、蒸电锅要按下去他都不知道，他真的对妈妈保护得非常的好。他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还没有碰到不好的事情，可能有的人很早他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们对上帝有认识、真正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来面对横在我们前面的困难跟挑战。教会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私底下有去关心跟了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建成教会里面现在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少，他们的生命因着家庭、因着工作、因着学业，甚至他病痛的关系，他跟人际关系长期都没办法突破。他们遇到很大的挑战，他们的内心有很大的一个折磨，他们常常陷在黑暗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形，传道跟牧师以及相关的一些同工们，我们心里真的非常的不舍。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目前生命的情况就在雾里一样，他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他们对未来其实他们也没有很大的一个盼望，他们根本不知道未来走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的生命早就陷入在黑暗的深渊当中。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盼望，怎么盼望呢？传道要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跟你最重要的时间这些主权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这个世界，甚至属灵看不到的魔鬼的手上。我们要靠着信心去体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个在座每一个人。传道用我们是因为我要让这些在目前受苦受难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知道，其实很多人跟你一起在受苦受难。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呼召。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依靠上帝，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经过旷野的试炼。一个人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一定是不断地在经过试炼。没有经过试炼的人，他绝对不会成长。子群去当兵，我问他，他说有，他们也常常做伏地挺身行军走20几公里。我想部队都在训练，敬拜团他们也是，他们礼拜六一大早8点多，这些青年朋友他们来训练，一遍又一遍的训练，不然他们怎么展现出来？没有跌倒的人不知道站起来的可贵。我们在生命当中一直都在不断的在试炼，当经过试炼，你才可以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另外，在教会里面，就好像社会一样，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在事业、在家庭上，他都非常的顺利，感谢赞美主。但是今天的经文也一样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上帝他是创造的源头，他也是赏赐的源头。我们有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你不要因为有就觉得你比别人更厉害。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读过约伯记，大家记得吗？1章21节，约伯记很有名的一个经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是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恩赐，他是要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好的管家，做上帝好的管家。如果我们不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这些丰盛的赏赐是没有意义的。昨天我们教会可爱的弟兄姐妹眼睛看不到的打电话到牧师馆他手搬东西受伤了那我有感动，我就跟那个我叔妈，我们就到林下路林下路联盟那边，他跟我们讲说他很厉害，他说那边有个药房，他想要买金门1条根金门1条根，我就去买了，然后就送过去。那我叔妈就跟我讲，那个转角口现在有一个 7-Eleven， 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院，我不知道他讲。他说这个医生一个晚上就把所有的家产都输掉了，一个晚上赌博一个晚上就把所有几十年来打拼的家产全部输掉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丰盛的赏赐，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好管家，它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反而会成为你的迫害。传道举一个好管家的一个例子。我跟牧师来教会1年多，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讨厌我跟牧师在台上就讲奉献的事情。在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会直接或者是间接这个是我叔妈后来跟我讲才知道，他还提醒说，你跟你们义姐讲，不要贡献这么多要多留一点钱，以后要买房子。这真是对我很有爱心的好兄弟啊！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就很多的工程陆续在进行跟完成，这些工程帮助我们建成教会看到很大的一个盼望。当圣殿在漏水，谁的心不痛？当我们把它完成之后，我们看到建成有很大的盼望。这当中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献上金钱，献上心力，尤其是长职同工，真的很辛苦。今年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信仰的工程的地基，我们需要一起来进行。我们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带导，我们希望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更多的人要出来，献上你的心力，成为一个好管家；献上你的金钱，成为一个好管家。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上帝他是创造的上帝，他是无限的上帝，他愿意献出自己，主动邀请我们参与他无限的工程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多荣耀的一个时刻。我们不要轻易放弃。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想做一个好管家，我就不晓得建成教会变成怎么样。要记得，不进步就会退步。其实我们现在社会新闻很多，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在地面上所拥有的荣华富贵，真的是暂时的。这个不是好像在是不是好像在说服大家事实上是暂时的，真的是暂时的。现在社会新闻那么多，大家可以看，很快就过去了。我和牧师传讲的奉献，不过是希望弟兄姐妹将上帝丰盛赏赐给我们一部分，给我们的原本我们该给上帝的，要还给上帝啊！我觉得我们建成教很多人都偷取上帝的荣耀，我们该还给上帝，要还给上帝啊！各位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希望我们不要成为我刚刚讲的，我以前母会的那个兄弟，那个好兄弟，他自己不奉献，他要阻挡我奉献那一位好的兄弟。传道可以不客气这样讲，那位兄弟，那位我所谓好的兄弟，他信了耶稣，跟我信了耶稣不一定能一样。他认识的耶稣跟我认识的耶稣也不一定能一样。我们在座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们认识的上帝不一定会都一样。奉献真的不过是我们要做上帝好管家里面其中最简单的一步而已。
要我们将委身我们的时间摆上，让我们敬神爱人，那才是最困难。过年前我们舞会的长老他们一家来我们家探访，请安啊。以前我们是非常好的，我们以前常常会一起出去玩啊。我们的孩子跟他们孩子是从小一起长大啊。他跟我讲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事情啊。他们教会最近有一个11奉献，每个月11奉献20万，哇！我第一次听到，我吓死了。每个月11奉献20万，感谢神。但是我跟你讲，奉献真的只是最简单的，奉献只是把钱拿出去。我们成为上帝的好管家，不只是这个，我们要摆上我们的心钱。我们要看到我们在周报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你们私底下默默去关心他，默默去为他祷告。我们很多很久没有来的老弟兄、老姐妹，我们有没有默默的去关心他？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后传道要跟大家一起回想2018年，我们建成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回应上帝的呼召跟委身，很多人静静的在每个团契里面甘心乐意的服侍。不管是很多人不知道没接触的，我们周间我们社区化组那些志工们，所以我这次跟纪会长老讲说，那些志工们的奖状要把它贴在公布栏，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些志工们平常礼拜1到礼拜4到礼拜5，他们来服侍我们社区的长者。其中有一个长者，我们在这次的决信当中，他讲了一个让我也很感动。他是成功高中退休的一个老师，他说他退休5年了，他都躲在家里面，他出不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出不来。邻居跟他讲，前面有个教会在做社区，你可以去看看。他说我不要去教会，为什么？我怕他们给我传教，拉我进去啊，他很害怕。可是当他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不是，他来教会，他看到很多志工，大家很爱他，鼓励他，他也不过还不到70岁，他也看到这边的一些80、90岁的长辈们很有活力的时候，激励了他。我觉得他是可能一退休下来，他整个心不晓得怎么死掉还是怎么样，他又活起来。所以他那一天特别第一个就要跑出来做见证。平常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生病，或者是在家里没办法出来的，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群宏大的关怀志工在探访。主日爱恋的服事，在我们手上拿到一碗很简单的像今天我们是那个海鲜冬粉汤，这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摆上才成就的。今天2019年第1个礼拜，也有很多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有认献，对不对？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认献我们的爱餐。传道跟牧师非常的感动，我们在第1个礼拜就满了，很多弟兄的手脚太慢还抢不到。认献就是一种认同跟委身。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出金钱，我们让一些弟兄姐妹们在当中享受到爱。因为有大家愿意的牺牲奉献，都走1里路的精神，虽然当中我们还看到有很多的眼泪，但是因为爱，让我们教会变得喜乐、和谐、有盼望。自己要有信心，要有盼望。传道牧师很骄傲，可以来到建成教会，不止我们2个人我们一家还有子林可以来到建成教会，让大家一起建造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的荣幸。也谢谢大家在座很多人1年来的辛苦，愿意上帝纪念每一个人的忠心摆上。2019年我们要继续在我们的意向，我们看一下我们建成教会的意向好吗？来看一下周报。我不晓得上帝的心意要我跟牧师在建成教会多少年。传道之前讲到有讲过，上帝的呼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来没多久，上帝就把这样的意向摆在我跟牧师的身上。我跟牧师在建成的每一天，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
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绝对不是来看戏的。我们要成全每一个圣徒，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慢慢长大，慢慢站起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代祷者。在这样的一个意象当中，我们要在读经、祷告、委身服事、彼此相爱当中，来建造我们的教会。2019年我们的计划施工已经做好了，其实2019我们已经开始在跑了。等一下我会报告在农历过年后，长子同工的2天1夜的退休会。那个讲员我已经比较晚去邀请了。他明年2019，他每一个礼拜6、礼拜天他都排满，甚至连周天他说是满满的。这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师，他来台湾20几年了，他没有结婚，他单身。他特别把农历年过后的一个时间空给我们教会。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有新的团契会长，我们要就任。新人新气象，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新的会长或者副会长，他们有很多新的一个做法。尤其我们妇女团契也有。当他在邀请你的时候，给你卡片的时候，你要踊跃的回应他。大家一起去参加。我们社区的关怀老人祭典，在青会长老带领那么多同工底下，我们要从社区关怀祭典3.0，我们要提升到4.0。4.0要做什么呢？4.0我们就是让教会这些社区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深入到他家里去关心他们。我们有志工去家里关心他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传道牧师再可以再进一步的关心。让他们可以更多可以来了解基督的爱。2019年可以说是我们全教会内外先修，我们硬体软体，我们都准备好，我们要往前跑。新年新希望，什么是你新年的新的希望？传道盼望是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勇敢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参与上帝国度的建造。参与上帝的行动，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上个礼拜显光牧师总勉励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新人。属神的新人有3件。当你们听完传道讲完道之后，你们觉得属神的心要成为属神的新人，这3件难不难？他会觉得很简单哦。第一个是什么？来，我们再做一下。第一个，脱掉旧的衣服，就是我们要把过去丢掉。2019的1月6号12点，要把它丢掉。我们要把谁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把耶稣基督的心放在心里面。我们开始现在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的生命真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来改变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吗？我们会经历到最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个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跟上帝同在的喜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我们有在外面听过书房讲的第4度空间吗？第1空间、第2空间、第3空间、第4空间，那只是一个名词。当我们越接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回到我们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候。当我们的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时候，一切的困难对我们都不是问题。再多的财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文不值的。唯有当我们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一个好管家，我们才有更多的心力可以来面对前面新的1年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过去的记忆常常围绕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一直没办法原谅他，那个记忆一直还在。甚至是我们伤害别人，那个记忆也一直还存留到我们身上。
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帮助我们能够回到最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美好，那个不受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压制。求神将每个弟兄姐妹带离过去，带离过去的一个残累，让我们在现在，让我们在未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新创造当中，我们向前来奔跑。愿圣灵的爱安慰我们弟兄姐妹，你擦去他们在无数夜晚里面的眼泪，也让我们刚硬的心能够来被软化。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歌，上帝的爱。生
在新的一年，愿你放弃过去的残忍，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用信心，我们用盼望来依靠我们的神。让我们在神赏赐我们的岁月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好管家，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爱、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让我们也要带着喜乐回家，带着恩典回家，带着